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6年7月1號星期二沙田嘅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會提供第8場俾大家參考嘅，亦都好似以往咁，我投注咗呢場馬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。呢條飛呢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8場嘅4班16米，今場馬我個初選呢，就係7號嘅飛躍成就、9號嘅和道威、11號嘅開心宇宙、13號嘅精算特殊，同埋14號嘅彭越。14號嘅彭越呢，呢匹馬呢初出道嗰陣時呢，咁呢就有1-2段嘅速度，咁隻馬呢就未成熟啊，唔係幾識流力啊，咁走咗嗰2段呢就收工，咁跑下跑下呢，咁最近呢就加程跑2場1600呢，咁嗰2場1600呢就跑得好好，同埋呢睇到隻馬呢進步咗，咁識得留翻啲力呢嚟拉市衝，咁特別最近呢，喺6月22號，阿田泰安同佢跑呢個路程，咁嗰場馬排一個7檔，咁沿途呢守住喺3-4位，咁入到直路呢，喺最後尾嗰100米左右呢，咁呢係有少少呢擠咗嘅。咁隻馬呢，然之後再追翻上嚟呢，就跑過第3呢。咁僅僅輸俾頭2馬嘅英俊飛區同埋火焰閃爍呢，係一個頭位嘅啫。而家呢匹馬呢，你睇佢呢2場馬嘅表現呢，見到佢呢就均速得嚟呢，就帶有啲韌力。咁跑1600米呢，就好啱呢啲腳法嘅。咁今次排一個5檔，由梁家俊跑，咁本來上2場都係田泰安跑嘅，咁可能田泰安呢就應承咗尤達榮騎佢嗰匹馬先，咁所以呢匹馬呢就換咗梁家俊跑。咁最近神貨呢，見到匹馬呢，我覺得嗰個狀態呢係非常之好嘅，咁副磅又輕119磅。咁如果聽日呢個場地有變化，呢隻馬呢跑變化地呢都入過圍，對佢呢係冇影響嘅。咁今場嘅14號彭越呢，我較為睇好佢，所以呢我揾佢作為馬膽。7號嘅飛躍成就呢，咁總共出賽咗6場，就跑過2次第3，咁嗰2次第3呢，就係分別跑1200同埋跑1400嘅。咁你睇佢最近呢3場1400嘅演出呢，咁前段呢都係略為慢啲，咁靠直路嗰度追上嚟嘅。咁每一場馬呢，都見到佢呢末段呢係有一個好好嘅後勁嘅。咁今次呢加程跑1600呢，我認為呢呢隻馬呢1200、1400對佢嚟講都係嫌短嘅，1600呢係一個好好嘅嘗試。咁由潘明輝跑排一個9檔，咁我覺得呢隻馬呢，咁雖然呢唔係話好十足，有8-9成咁，但係呢，咁你睇佢最近嗰幾場馬末段呢，交嘅時間交得咁好呢，咁我覺得呢，聽日呢佢有機會走入連贏配腳嘅。9號嘅和道威呢，咁係一匹英國嘅自購新馬，咁出賽過3場馬，咁3場呢，咁雖然個名次呢都係一般，2次第6，1次第8，咁但係呢，都係見到佢同嗰匹飛躍成就呢嗰個情況差唔多，前段呢略為慢啲，咁後勁呢係唔錯嘅。咁神貨所見呢，就見到匹馬呢，我覺得佢呢係進步咗嘅，咁同埋隻馬呢，嗰啲腳法各方面呢都係成熟咗好多。咁今場馬呢，我中意佢呢，換咗由潘頓跑排一個1檔，咁我相信呢，排呢個檔位呢，潘頓呢會將匹馬呢擺翻喺前少少。咁今次呢，加程跑1600呢，睇呢隻馬嗰個腳法呢，我認為呢1600呢係啱呢隻馬去追嘅。咁今場嘅9號和道威呢，我認為佢呢有機會走入前3名。11號嘅開心宇宙呢，咁上一場跑呢個路程呢，排個檔位差，排一個14檔，咁翻嚟呢就跑過第4，咁輸俾頭馬都幾遠下嘅，輸4個幾馬位。咁睇翻佢對上嗰
嗰兩場馬呢，一場1400輸俾南區之星，同埋另外一場呢1600呢就輸俾光明傳承呢，嗰兩場馬跑第二呢，就演出好好嘅。咁今次呢排個檔位呢就好翻好多啦，排一個2檔。由班德禮跑，咁班德禮呢都曾經同呢隻馬呢係跑過第二嘅。咁今場嘅11號開心宇宙呢，咁呢匹自購馬呢，我認為係呢個分數呢，佢都係有啲作為嘅。13號嘅精算特殊呢，喺5班升咗上嚟4班之後呢，就跑咗4場嘅1600，咁演出好好嘅喎，一個第二，兩個第三，一個第四。咁今場馬呢，你冇辦法都唔揀埋佢啊！咁雖然係排個檔位差啲，但係呢勝在負磅唔重啊嘛，122磅。其他對手又唔係叻之下呢，呢匹馬呢3、4重彩呢都可以預埋佢嘅。第8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14多7、9、11， 3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14多7、9、11、13。第8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14號，第2名嘅馬膽7號、9號，第3名嘅馬膽7號、9號、11號、13號，第4名嘅馬膽1號、5號、7號、8號、9號、11號、13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呢係30注，2蚊一注呢。總投注額呢係60蚊，咁我喺第4名嗰個位置嗰度呢，係加多2、3匹落去嘅。每次嘅賽事呢，我都會提供4場嘅連贏過關俾揸 fit 論馬群組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翻嗰幾句説話，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